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恁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遵着伊来行，伫伊内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亲像恁所领受的教训，感谢心也更加增长了。新约圣经歌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7节。基督徒对遐敬拜被造的神，对五常生命的崇拜信仰当中，归向着迄个创造宇宙万物、天地海甲众水泉源的神咯。所以信主了后，就应当照着主耶稣的旨意来行，伫主耶稣基督的真理甲圣灵内面来建立美好的根基，伫伊赐予咱得救真理调教基础顶面建立信仰的工程，用着感恩的心去行爱神疼人的代志。其实这个基础伫信仰的实际顶面是真重要的，离了这个基础就袂当做啥物啦。咱若是得到主的真恩，顶头生得救了后，活命做伙伫基督内面，做为领受圣灵印记，正做主的人。若咱伫信主了后，会当继续来亲近主，领受主真理甲圣灵陪感的压管，就的确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长大成人。但是咱若是离开主真远，无亲近教会，就将会伫信仰上来失败咯。这就敢若亲像咱甲同款的两丛树仔栽伫无同款的两个所在，一丛栽伫肥美的溪水边，一丛栽伫大旱的石头寮仔地。无偌久了后，这两丛树仔的成长发展呢是大不相同咯。一丛是成长了真勇壮，另外一丛却是真矮甚至孤单，险险得要无性命咯。咱想看觅。虽然种子同款，树苗生出来的这年代也同款，只因着插根的所在无同，生长的状况呢就大不相同咯。圣经创世纪内面记载，以扫甲雅各是一对双生啊，但是因两个兄弟啊后来发展呢也大不相同，因为因的趣味无同款，欢喜无同款，所吸收的也拢无同款。虽然因的无同款是神所事先知影的，但互因无同款的，却是因家己的兴趣，甲所看重的价值观的结果。主要说，基督是信徒应当插根的所在，是信徒属灵活命灵粮供应的所在，是信徒灵性活命滋润的活水。假使信者若是会当伫基督耶稣内面插根，一定会活命丰盛，而且节节结美善的果子。若是讲信徒的信仰生活失败，心中就会孤单、性情暴烈、无安息，嘛无喜乐，常常发怨言。咱就知影讲，伊插根已经插毋着所在，毋是插伫主内面，是插伫主以外的所在。这也好比着讲一丛未发旺的果子树啊，伊免讲啦，就知影讲伊的根是生伫好土，还生伫歹土内底。所以基督徒若是要有德性、甜美、喜乐、圣洁、善行的生活，就必须伫基督内面生根建造，感恩服侍来过日子。尤其是服侍神的这工人，更加是需要伫基督内面深深的插根，才会当按时阵来结果子，叶啊也袂孤单。既然伊所做的，拢会当得到顺利。恁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顺着伊来行，伫伊内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亲像恁所领受的教训，感谢心也更加增长了。新约圣经歌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7节。以上文言良语为查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